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5夜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阵西南风和这低气压带，互屏东呢是真侪所在，伫4天内累积雨量超过1000毫米。今日中昼呢，这台铁的崩山和崩野之间的这铁基路受到水崩山影响，台铁宣布讲，今仔日南回线是停驶。另外，这滨国公路第一线450公里崩山的路段，由土石啊崩落来，影响到交通。那头对这呢，这屏东县政府是宣布。春日乡、三地门乡的德本村和大社村，南州乡的万花村、嘉东乡的运丰村、盐运村，还有东港的东新里、内关地里等地区，明仔载是停班停课的。高雄火车站内未少民众排队等要退车票，主要是山区落袂停的大雨。25中昼时造成台铁南回线崩山到崩野之间的路段，因发生土石流来造成停驶，所以真侪民众提早伫高雄站落车。不过台铁第一时间并无通知相关配套措施，所以引起民众不满。突然跟我们说，到潮州而已，所以造成你看我们现在要退票是怎样，搞不清楚他们也没有说有什么配套措施。没有啊，那你这样突然说我们要怎么回去？南回线的路段是属于单线运转区间，那因为它本身就是在我们这个等于说在山壁之间的一条单行路线。所以这些如果要利用公路接驳，确实也是有困难。连续落大雨，和屏东山区甲北地4天累积雨量拢已经超过1000毫米。唔但铁路、道路系统受到影响，第一线450公里处崩山路段，就发生土石崩落来，土山流到路边的状况，影响人车通过。相关单位也赶咧清运抢修道路。面对南部严重的灾情，行政院长邓英泰25早起也到屏东勘灾，表示中央的第二五备金、灾损金并无放删除，只是1,351天才通过预算，目前已经拍算新使用内部业务费。行政院有相关必要的一些业务费用还是被删除，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定程度的限制紧缩。新竹甲南州的考过园勘灾，面对这波的大水洪灾情，邓英泰强调，一定会排除各种的困难来解决农民的问题。记者柯明哲、区教用屏东高雄采访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花莲，讲到这花莲的雨水由原是真高，已经造成灾情咯，包含到这局中便桥冲甲断去，害一名保全人员上班的时阵煞步落去内面来失踪。另外呢，也有一名查某的爬山游客伫咧中北林道被大水冲走。今仔日搜救人员用空气机有看到伊的形影，真有可能已经过往咯。也若有2个人是掉伫咧木古姆伊的山洞，加在是拢平安。不过当着这溪水涨起来，消防人员先空投不住。等天气较稳定，才甲因救起来。事故乱溪的水位已经退下，不过警察和警技消一透早就开始继续搜救失踪的64岁姓黄的保全员。伊是第一日是去玉里阳明病院上班的路人失踪的，上尾的定位都是伫咧玉中便道。同款是失联案件，只是一个姓方的查某爬山游客，伫中边林道互溪水冲去，和伊做伙的3个山友是紧急通报警消，而且留伫原地等救援，落尾平安脱离。先迟一点，快到了。我们都在这边而已，休息一下。因一顶车的人是对东部入去山内的中平林道，在玉林桥附近在过溪的时阵，西方的爬山游客无细日落去水内面，如果透过空气伫溪谷附近发现失联的查某人，初步研判已经无喘气、无心跳，目前同款是全力在救援。另外，秀林乡无国无鱼，有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受困伫棚坑内，透过空气确认因性命拢是正常的，但溪水汹汹淹起来，真歹救援。消防人员这当先空投物资提供补给。因为下午的时间那雨势慢慢的也变大，那所以在时间上我们还是不太够来进行这个救援。那所以我们会在明日一早那我们可能会集结大约7位人力那直接垂降到这个溪床，那我们来进行渡河的这个作业。即摆雨势已经较细啊，万里溪帮山河的水尾水位已经退啊，伫警戒区内面的居民嘛当回去厝。目前帮山河的水位是持续降，而且稳定溢大水。堰塞湖目前它的状况还是稳定溢流当中，虽然它还有是缓慢的下切，12小时之内大概下
大概下切60公分啦，所以在这样下100多的雨量并没有说让这个整个烟灾湖完全的这个就是有溃决的一个情形。林保署强调讲，万里溪帮山即摆已经流出差不多100万立方公尺的水量，溢大水的速度虽然较慢，但同款嘛有一定的风险。河路的范围内是维持红色警戒，河路外的范围是解除黄色警戒。但沙甸的风台即嘛是愈来愈近，未来几天嘛是爱看雨量的变化来随时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平常讲，伊的妈妈伫咧台大病院急诊等12天，有关是胆部病床，最后也是过往啊。这台大病院也讲，确实是有这件代志，提出3大改善措施，希望会当消透急诊的压力。急诊的位无够，这病床伫咧走廊，也有大厅拢看会到。这是台大病院急诊室的状况。25透早7点，健保急诊即时的资讯显示，台大病院急诊的等待住院的人数有112人。有民众进前向市议员陈情，嘛伫咧社群铺文，讲妈妈因为血验送去台大急诊，无想到等12天等袂到病床，上尾啊伫咧急诊的走廊来过身。也找了卫生局说赶快给他有病床。就等到第12天，他就不幸往生了，死在走廊上。这是个冷血医院，草菅人命。台大病院诊室确实有收治这位病患，最近急诊真正是塌塌甜，病人排甲老长，啊，毋过爱先收治较严重的病人，病院嘛已经调开会议来提出3大精进措施，包括加速病房稳定的病人出院，增加空床率，也佫提供奖励金予医护人员。针对急诊留观超过72点钟的病人，嘛要强化检测的密度，也佫有频率。另外，嘛会开设急诊后送的病床，差不多20床，希望会当消透急诊的压力。这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急诊后送的病房的规模，可能也会再做调整。我们呼吁政府不应该视为单一院所的偶发事件，更应该要依据医育法来启动根本原因分析以及除错机制。针对这件代志，卫福部表示会请业务单位实际了解各大病院急诊塞车的状况，另外嘛建议民众若伫咧礼拜或者是固定假日有轻症等等无爽快的状况，请就近去到6都13大假日轻急症中心 UCC 就医，医国台南会阁增加1大来因应民众就医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观光署最近有推出着这国内的旅游补助，所有网友去讲着讲呢，引起家这旅宿业者问介绍，听着讲要使用这平常时的国旅补助，就随家这介绍呢转做原价。对这消费者来讲呢，优待价变做是原价，等于是起价，引起讨论。那观光署表示讲呢，若种有业者趁这个活动期间伫遐黑白乱起价，除了会取消补助，也可能就爱罚钱。每年拢有不少民众会伫国内佚佗，不过根据观光署的统计，去年差不多67.2%的国人集中伫假日也是周末佚佗，有将近8成的人是选择当日往回。为了引导国人为假日当日游的旅游形态转做普通时过暝旅游，观光署9月开始推出观光双轮出动方案，改说各路超待生活。国内会比国外好玩多，不管它的说费用，你可以就可以自己规划啦。因为这个可以申请的话，就大家的权利嘛，就是加减补助一点。不错，平常有一些刚好碰到休假的人，他们或许能按照这样一个优惠去观光旅游，跟同时期来比的话，我相信应该在2成的话是应该是有的。观光署的国旅平日补助为9月初开始到11月30，一般地区第一案补助800，第二案1200，拢总补助2000块。不过这阵有网友大文指出，询问业者有关9月初2大、9月初3退房的加大双人床，原先业者表示优惠价是1000，不过这个报价无适用国旅补助，若是要用国旅补助，会以原价报价。网友速来问原价介绍，业者回复原价1480，扣除国旅补助是付680块。外界关心参加平日国旅住宿讲座的业者，敢会因为安尼提高平常时住宿的介绍？民众如果真的有遇到觉得是有抬高价钱这个部分，他可以跟地方政府来检举。如果投诉，我们一定是直接可以跟中央来检举，居民举报，然后提出到底是哪一个饭店，让我们去做查缉。这个规则可以说，我就是参考去年价格，在一定范围之内是觉得可接受的。可是如果涨太多，显然你就不需要被补助，所以是可以把它例外排除。观光署表示，若是民众发现有业者提高房价，会当提出检举；若是早前事实除了取消补助资格，嘛会当依照观光发展条例裁处，由主管机关限期改善，还是处1万至5万的罚款。记者采访报道。
台北木沙指南宫凌霄宝殿昨暗发生火灾，加载是无人伤亡。消防局表示，讲凌霄宝殿有2层楼，1楼烧甲上严重。台北市长蒋万安早起有去到现场看，讲会用这行政的专案协助指南宫重建凌霄宝殿。花光红旗旗，卫兵看到真惊人。日是暗时，台北市指南宫的凌霄宝殿，唔知什么原因烧起来。消防局在暗时8点48分接到通报，随动员来拍火，饭店才甲火拍花，加在是无人伤亡。2早起，台北市长蒋万安嘛来到现场关心。台北市消防局表示，因为宫庙是木造的，嘛有真侪金砖甲香，可燃性物质较侪，加上山顶欠水源嘛，造成拍火的困难。凌霄宝殿的1楼是全毁的一个部分，那2楼的部分的话，大概是1/3。所有的宫庙大部分都是属于木造的一个建筑物，所以它的可燃性物质是比较多的。然后同时，因为它是属于在高山上，所以它的水源相对是缺乏，相对的它的风险因子会比较高。消防局表示，要经过火调才会当确定导火的原因。指南宫嘛，奉叫做仙公庙，在1966年起好到今有1甲子的历史。主神是傅油帝君，也就是吕洞宾吕先祖。指南宫主委表示，这届火烧凌霄宝殿内底以3000殿太岁宝殿上严重，不过楼顶的玉皇大帝、三官大帝也有吕祖拢是平安的。假如说没有办法修复的神像啊，我们会另外来安装这个金身。同时，局部受损的，我们会请到好的师傅来赶快修复。结果技术工会是指出，凌霄宝殿1楼损动上严重，不过规个建物的结构是无问题的。台北市长蒋万安2早起也有到现场了解，市长表示，指南宫是目沙重要的儒祖信仰中心，中间的工课市府的专案协助。我们给予后续指南宫复原重建行政上面的专案协助，来加速整个后续重建计划复原的审查。蒋万安表示，会成立看局处单位来协助指南宫，由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督导民政局主席。火调以后嘛，做建物的安全鉴定。指南宫表示，因家当中有4个殿，未来会管制凌霄宝殿，不过其他的殿有关是开放给民众参拜。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云林仑背今透早5点外，有一栋铁厝着火，这消防人员把3个人救出来，其中1个轻伤，另外2个呢已经无喘气心跳，送病院抢救，一个有恢复意识，另外1个还佫伫咧急救。2早起5点外，云林仑背乡一带铁档火烧厝，高高的乌烟冲上天，民众发现了后，赶紧通报消防局，消防人员到现场了后，随甲厝内底3个人救出来。其中有2个人从救出来时已经失去性命现象。我刚就骑到这个白色这个白色这栋房子的时候，就看到它是后面烟导致都是从后面。里面有3个受困，然后呢，走到神明厅的后面，第一个房间打开，发现到阿嬷意识还清楚，然后将阿嬷救出，然后再进去里面搜索，在走廊中间发现第2个伤者，然后昏迷。救出，然后再搜索到第3个房间，有一个男性倒到房间的地板，然后将他救出。消防人员表示，救护人员到现场了后，发现厝里这烟一阵一直咧清，刷咧伫咧神明厅头前的房间，也有便所头前甲上尾间的房间，陆续救出轻伤90岁阿嬷，也有失去性命现象55岁姓陈的妇人人，甲62岁姓李阿伯。经过抢救，姓陈的妇人人心跳恢复，姓李的阿伯也搁咧抢救。我也是接到电话，对，你看他的起火点，这样看大概是在哪？起火点是在空房间，对，是比较旧的房间。消防局表示，这火烧厝差不多半点钟就完全拍花，估计这烧的面积差不多50平方公尺，详细导火原因应该由火调人员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天气车歹，伫咧赛车骑奥多摆拢爱特别注意。今透早4点外呢，国道1号台中潭子路段有2台大货车烧弄，这2个驾驶呢，一个是轻伤，一个是无喘气心跳，目前还佫伫咧抢救。这件事件造成全线封起来，后壁塞超过2公里，一直到早起7点外呢，才恢复通车。雨约搁来落，救援人员赶紧抢救，大货车车头严重变形出去，零件散到规涂骹。这件代志是伫2号透早4点外发生的。国道1号南向170.6公里处，台中潭子路段，一个姓陈的查甫人驶大货车，先弄到外口的护栏，毋过后壁姓陈驾驶嘛驶大货车，疑似是未负动直接弄起哩。本件事故造成郑男昏迷，陈男轻伤，各驾驶人酒测值均为0。
有关肇事经过及肇因研判，由本大队调查厘清中。细地查甫人迄时还阁吊伫咧车底，救援人员用家私破坏甲伊救出来，毋过迄时已经无性命现象，目前送病院抢救当中。也那细等的查甫人是受到轻伤。这件代志搁要造成全线封闭，后壁的车踏尾超过2公里，一直到透早7点外才恢复交通。也那日时下晡，台中环中路5段，还有永春东山路路口，疑似嘛因为落雨路较骨，发生奥多摆弄头前车的事故。这2条车祸原因，还阁等待进一步厘清。落雨的时阵，赛车较危险，路边积水嘛较高引起水漂现象，互车无法度含路加安，会骨、会粗、会失控。专家就表示，第一时间的应变真重要。那水漂效应产生的时候呢，这时候千万不能紧急刹车，因为你紧急刹车只是会增加我们失控的速度。我们就是稍微扶住方向盘，然后刹车轻踩。不要紧急刹车。修理车的师傅就指出，防固驾驶是落雨安全赛车的关键。除了落雨时阵，尽量驶伫咧较袂积水的中线车道，而且甲头前的车安全距离9毫长，安尼赛车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中部地区这几天有关是伫落雨，也那彰化溪湖的大白沟，规条沟仔水雪拢变色啊，甚至有臭味。彰化县环保局接到通报了后，去到现场采样，而且伫现场内无发现到明确的污染源，水头也无列管的排放废水的事业单位，行为人目前还阁伫咧追查。大排水沟的水变乌到红，为水头到水尾拢有。附近的居民看路错一个，这是彰化溪湖甲埔盐夹界的埔盐大排水沟，因为最近一直落大雨，水色嘛变绿，也是有染色。民众怀疑有不法业者趁机会偷捞垃圾水。毋捌看，我条只蛮草，即摆那我讲迄那红红安尼尔。哦，是吼。这是惊钢筋冲的。可是那个味道就是很难闻，就是都腐臭的味道。是。对，之前那个公所就是他们都有来清过，有好一阵子，还是后来又有了，那可能就是觉得应该还有人陆续在放。民众是讲，这条大排水沟常常有不明废弃物，常常会产生臭味，污染情形严重。搁因为四周围拢是中小型的工厂，暗时人甲车较少，互有心人有机会偷漏。水色无正常，引起地方紧张。附近一间家具行甚至互人点名是污染源，业者讲真无奈，赶紧解说。我们只是一个卖场而已，所以说真的不会用到废水的问题啊。但是说我们这附近都是农田，所以我觉得是在更上游的方面下来的。但是可能因为冲刷的关系，变到这边的变颜色就变色了。这大大排有农田引残加开的排水功能。彰化县环保局是讲，第一时间已经派人采样追查，经过检测 pH 大价用用量拢无异常，初步研判可能是民众乱倒无用的泥剂、洗饲料干那引起的。不过目前也查无明确的行为人。那天就有循着上游去找啦，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污染源，因为在一个地方就已经就没办法再往上追源头了。我们可能会试着再去找看看有没有可疑的一些人物的这一些对象。我们有在做，最近是有在去做一些巡查动作啦。环保局表示，后续会持续调查周边监视器，加强过路可疑的人甲车。若查到偷盗的非法行为，会依照违反水污染防治法严办，相当会当罚300万的罚款，嘛会加强巡查，避免类似的事件再发生。记者采访报道。核情员设伫咧彰化外海的大彰化西北离岸风场，一个月初8，风机煞来导火，烧点半钟就家己火起。环保团体就讲，这是台湾头一届有离岸风机导火。除了爱建立救灾厅署，也爱追踪这款的火灾，对海洋生态也有沿海养殖业有偌济影响。风机采伫海里靠海空运转，产生动能，才搁转化做电能发电。但是最近却传出台湾头一个离岸风机导火意外。阿 Q 人员设伫彰化外海的大彰化西北离岸风场，这个月初8有一台风机发生故障导火，火大约烧点半钟了后，家己火起。人员署表示，业者拢有照厅署通报。是一个机组有部分的着火的现象，所以按照机制的话，它大概在早上7点多。就跟能源署来做通报。目前的话，业者正在按照我们计划在了解，跟风机的业者在了解它的发生的事故的原因是什么。
环保团体指出，今年5月云林才发生陆上风机倒火意外，即阵阁有离岸风机火烧，海上风机受到地点甲悬度的限制，救灾更较困难。加上地远过去嘛，捌反映风机漏油的情形，因认为风机设置的环境甲事故应变能力，拢应该重新检讨。8个分机的风机是离岸40-50公里的地方啊，根本都无可能的代志啊。因为咱即摆这个风机的部分，迄个减分的侵蚀最严重的啊。阮风湾这边的时候，已经3-4起已经漏油事件啊。这风机是有适对咱这个海花这部分的，这是在思考的所在啊。林元书表示，未来会佮消防署进一步规划风机倒火的拍火停事。这个事故目前也咧调查倒火原因。环保团体认为，台湾离岸风电头一届发生火灾，除了要建立救灾 SOP， 后手嘛需要追踪火烧对海洋环境甲沿海养殖业的影响程度。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今日下晡3點，伫台灣東南部海峽發生規模5.8的地震，這地震深度13.1公里爾。這地震中心伫咧綠島附近，也傳出着山壁崩落來災情。氣象署是推測講，是菲律賓海板塊向西北弄一個後亞大陸板塊，未來一禮拜以內呢，有關愛注意地震袂。接本食到一半是熊熊發生地震，人客一家伙仔甲物件彈掉，攏總走去門外口。餐廳的業者佫警覺講，家頂的物件攏紅海到塗骹，緊急衝去關押處，才走出去避難。驚險的場面就伫綠島的南寮漁港。都震了一下而已，之前有更大的。今時期畫面佫翕到芳村片和茶口頂真濟觀光景點，因的鏡頭攏錯一個，因為地震的關係是規個海甲真厲害。前面有稍微類似像地鳴這樣子轟了1-2聲，然後就忽然。所羅來嘛，隨傳出災情，喺綠島的馬蹄橋附近，山壁崩落來一大堆碎石散噴噴，甲車路頂懸的二線道攏佔掉，甚至有民眾提土仔出來，想要讓車路恢復通行，攏是因為2月下晡的地震。代志是發生喺下晡3點，台灣東南部綠島附近的海域，地震的深度是13.1公里，瑞士規模95.8，各地上大準度台東綠島4級，花蓮富里、嘉義環路、雲林草嶺攏是3級。海岸山脈這邊的位置開始做碰撞，所以這一邊還有在隱沒下來這邊的地震是相當多的，70%的地震都發生在這一邊。氣象署分析，這擺的地震是獨立事件，因為是板塊內面的地震，震源的深度較淺。對氣象署資料庫1970年開始，附近規模有5.5以上的地震，差不多有25個。另外，附近的能量累積是真緊，無排除一禮拜內有可能發生規模5到5.5之間的地震尾，算落來應該要特別注意。它釋放的能量大概是0.25顆原子彈的這個能量，特別是花蓮還有台東其實今年那個都算是平靜期。這個地震除了東半部，其他地區上大的準度加計是1級到2級，但是除了嘉南桃園，本島各縣市攏有收到國家級的警報。氣象署表示講，初步的規模是超過6.5，而且如果準度到3級就會發布警報。這擺第一步是誤判深度，敢若30多公里，造成警報的範圍擴大。不過最近雨真濟，山區的土石是較會落落來，必須要提高警覺。記者綜合報道。提醒觀眾朋友，飲水時陣定定看袂到，所以呢唔通佇外口拍走。這落大雨呢，高雄高山也在飲水啊，水退了後，民眾也開始大變數。今仔南馬溪呢，也有車路落去，經歷封路。另外佇大樹也有民眾傷亡，有一個婦人浮佇咧水池仔面頂，救出來時陣已經無喘氣心跳。警方也推測講，將可能是無細力跌落去。這個大坑差不多佔一條車路，長10公尺、跨5公尺，上深的所在有70公分。意思是袂堪這連串路雨跌落去，警方較緊有封鎖線。就因為晚上黑，所以其實看不太得到，但是那邊就是很明顯的圍起來，然後不想說發生什麼事情。大樹區傳出有民眾傷亡，一個婦人浮佇池仔頂懸，救起來時陣無喘氣、無心跳。警方無排除伊是意外落去水底死亡。連續落雨，互高雄高山區的居民無眠。如果透早連續2波大水雨，互兵團路含翠華路變水路，閣有車歹去，甚至做過來中心的地下室攏入水啊！到一個家，哇！我講來到遮就5集啊！高山3路同款積水是真明顯，水堤啊、規土骹攏是路過埋，互民眾是有夠無奈的。無奈哦，昨天已經4次了，今天又1次。南部一大堆災情，總統賴清德去高雄台南勘災，嘛許外界對做大水的南部加一寡體諒。預報地水的經費是比南部加真濟，建設的基地嘛比南部閣較早。
我希望全国的民众父老乡亲能够了解，那也敬请不了解，然后持续批判的人，也能够进一步清楚知道，不要说在南台湾淹水的时候又来批判，情何以堪呢？同款去到屏东来视察农村的行政院长窦永泰，预无钱勘灾的言论引发在野的反弹，台中市长卢秀燕嘛表达不满，找各种理由，而不是想尽办法去勘灾、去救灾。我想听在灾民的耳朵里面，心里一定会非常一定在淌血。我们是一场定结束就安排要到各地去走，但是我们要先就内部业务费用的使用先做一个调整，这个也是立法院审查预算要我们做的，不是吗？洪佩平在几日刚才来勘灾，窦永泰强调讲，25总统含伊的行程早就已经规划好，这是行程嘛是要先做好业务费用使用的调整，才当符合立法院对行政团队的要求。记者综合报道。南部一直落大雨，这农业部整合各县市的资料，到25下晡5点为止，全台湾农业损失超过9600万，其中以家己4777万上介济，若分林是排第二，有2700多万。这雨若准继续落，农业的损失将可能会愈来愈严重。连续几日港大水雨，南台湾正做大水库，田内底完全看不出水下骹种啥物。台南将军的西瓜原本2个月了后就要采收，即马拢去了，至少30公顷，因为连日大水雨，地势又紧乱去，就算天气转好，浸水的季节，更加可能会连去，农民怨叹产量恐惊剩一半。连落几啊日的雨，我伊会变单量歹，拢渡过水个啦，可天连鱼。连鱼就对啦。你即摆拄食沙包的连鱼，你就是今日讲隔壁无法度，水拢落来拢无法度，逐区的呢。同款在将军区有40公顷多种2礼拜芦笋栽也同款，大雨将表面土冲了，雨景拢流出来，规片田浸在土水内底，存活率大降低。澎湖产量第1的后壁区，8月才多种的季栽，景拢还未稳，已经有15公顷因为暴雨受损。这个最小颗的就是怕吃掉，大一点点它根系会受影响。哦，也有可能它会明天、后天会的出太阳会死掉。农业部也于昨天进行公告，台南市为现金救助及低利贷款的全品项农产业的灾区。另外，台东县各地农产也拢被灌入大量的水，尤其拄要采收的大麦色卡，农民即马采收到拄到离果甲软果，损失也个无法度算。台东也是陆生花上大产地，树仔拢严重受损。手动一下不吃太多，然后那个就容易变软。收成到大概对半的话，大概剩下5到6成。这摆大水雨，根据农业部资料，到25下晡5点为止，全台农损丰富总共9661万，其中家己县损失4177万上济，云林县损失2700多万，台南市屏东县损失拢超过900万，开封市损失839万。因为雨一完咧落，农损恐惊会阁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头一批2架 F-16 Block 7空战机进前飞去夏威夷的时阵，互军事迷翕到。即马有风声讲已经飞到关岛啊，等好天下当飞的安全时段，就直接飞到台东的空军基地完成交机。虽然慢2年才交，不过专家也讲呢，这美国的国防部有去介入，落尾公司已经采用台湾大胜的策略，赶伫咧2028年年底进前呢，66架会全部交会。为替越南空军的战力，除了用大号航天专项、美商罗马甲韩商合作，将714架 F-16AB 升级组 F-16V Block 20专项已经伫2003年完成。另外，透过航商专项向美国买全新66架 F-16 Block 70，也要到台湾，伫航天打击火力甲机体耐用度会阁扩展。如果它挂4型油箱的话呢，它击一下可以多空出这个2个原来挂这个油箱的站位，它的挂站能力呢可以在这个进一步提升。那这个因为加上作战半径这个可以提升，所以它的打击能力呢会比16AB 要更强一些。
所谓的独木舟夹舱。那这个在有一些这个过去的这个 F16的这个双座机机头上面，它有这个夹舱，这个其实用意是增加它的这个里面的电子战装备。那会不会是说将来可能是留待这个未来有做这个性能升级这样的使用？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要这个未来再观察。编号6727、6728第一批2架 F-16 Block 70型机8月17升飞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厂区起飞，经过成华基地了后，229豪华器根据了解，已经伫关岛暗过受台湾周边天气的影响，在等飞行安全时间按算30了后，才会飞到台东空军基地。虽然无法度伫今年底进前互666车全部交齐，不过专家表示，伫美国国防部间接下落马公司已经用台湾优先策略，要赶伫2018年底进前全部交付。只是台湾受到影响，包括日本的 F-35战机也交运也遭到这个延迟，所以它是一个整个结构性问题。那第二个是技术层面问题，特别是 F-16V Block 70就是采用先进的 ANALQ-254，也就称为辐射之盾的电战系统。那么它要与这个主雷达就是 ANAPQ-83进行频谱的这个相容性的这个验证，如此才不会相互干扰。近期由空军司令部发行空军月刊，由第一张记号去识别化了后 ，F-16 Block 70双座机官方相片，强调照计划推动增加准备工作，会伫计划节点执行非凡的作业。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好天就爱积雨来牛，为着避免秋冬的流感也搁这新冠疫情，疾管署宣布今年呢倒并是注流感疫苗，正并注新冠疫苗，对10月初一开始注。今年会分做2阶段。那今年流感疫苗采购量头一届超过700万吨，其中也包含20万吨的免疫加强型的疫苗，大成要予中照也搁安养机构的老大人使用。真少等要看病，躯血是一大堆病人。因为国内新冠疫情即马同款是伫高原期，流感嘛要来到流行期啊。根据疾管署的监测，顶礼拜流感新增加64例并发重症和15例死亡。新冠疫情是增加59例重症和19例死亡。单周还是有25000人左右。那重症死亡的人数19个人，单周的话算是新高的。新冠的高原期，我们预估的话，至少还会在1-2个礼拜以上。因为后礼拜各级的学校都要开学啊，学校内面真正交流真济，可会增加呼吸道病传播的风险。疾管署宣布，今年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会对10月初一开始分2阶段开始做。第一阶段除了本地公费的对象，佫新增加公卫师、托婴中心的督工和行政人员等等。11月初2开始第2阶段，开放50岁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大人来做，而且为着要鼓励国人惯视预防保健，做疫苗会结合10月上路的健康病，只要做疫苗就当趁健康病，换健康类。打这个公费或自费的流感、新冠还有肺炎的疫苗呢，都会自动赚到健康币，后面就可以到合作的通路去兑换这个健康好礼。疾管署强调，今年公费3价流感疫苗，拢总采购705,150剂，是创历史新高。内面是包括第一摆采购的免疫加强型疫苗20万剂，会大先提供予长照中心和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老大人公费来做。另外，新冠疫苗嘛会全面升级做新世代的疫苗，疫苗都会改做 XFG， 拢总采购240万剂，包括莫德纳220万剂和 Novavax 20万剂，提供民众会当做无共制定的疫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饲狗仔猫仔的人真济，对今年开始动保法有规定，所有饲伫厝内面的狗仔猫仔主人拢爱带去做宠物登记做晶片。农业部表示讲，若种违法，上重会当罚9万5块。即马饲狗仔、猫仔的人真济，对主人来讲，因毋那是宠物，甚至也甲因当作是亲人，亲像家己嘅囡仔共款来疼惜。有主人就表示，若是宠物万不知胖见，就会当用晶片去甲因找回来。而且，即马宠物登记了后，阁有电子化的宠物身份证，宠物的资料拢伫线顶，真方便。如果出去乱跑啊，或是走丢的话，那如果有晶片的话，大家如果去兽医院一扫的话，就会知道它的家在哪里，那它的主人是谁。
对，这样对主人对宠物都有保障。全面电子化了之后，其实我们查找资料就是会比较的方便。对，那就是可以看到它以往过去的施打疫苗的记录，以及它的年龄状况，都可以在那个宠物登记身份证上面就是看得非常的清楚。根据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对今年开始，所有饲伫厝内的狗仔、猫仔，拢已经强制纳管，主人要带宠物去登记做晶片。农业部也表示，去年全国的家犬是146万只，大约75.17%有做晶片；家猫是174万只，大约63.75%有做晶片。宠物登记是对你所饲养的毛小孩一辈子的承诺。这个承诺在哪里？我会一辈子照顾它，我一辈子会善待它，如同我的家人。做了宠物登记，它同时会去做狂犬病的注射。甚至是一些绝育的管理。农业部也提醒，若是主人无伫宠物出世4个月内，开始饲的1个月内，带伊去做晶片、做登记，就会违反动保法，会罚款3000块以上，办5块以下。提醒主人爱守法做晶片，也是对宠物的一种责任。记者纪玉谢桂玲台北报道。为了要宣传这老人的福利政策，新北市社会局有推出网络节目，是一个互时代做主角的实景节目。高年级超进化，这节目内面呢会宣传这新北市老人福利政策，也会教时代安怎用这敬老卡算套套。谁说老人只能待在家？谁说只能等待老化？不怕不怕，关注我们，没有老化，只有进化。高年级超进化，这是一个伫网络播出的节目，由新北市社会局出品，希望透过节目打破社会对侪伙人的刻板印象，就时代用敬老卡伫新北市算透透，去美术馆看展览，去万里金山哪骑车哪看海，互食老的生活好耍个趣味。这我们以前都没有玩过的，然后你就很新奇，然后就让自己很开心。哎呀，好棒！我们可以回到年轻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可以增加那个市民的一个凝聚力，那也可以降低一般的他们在老年之后的一个所谓的焦虑跟那个忧虑的一个情况。新北市政府表示，新北65岁以上的时段有827000多人专台上座，因也会伫节目内底宣传新北市老人福利的政策，亲像对今年7月开始，新北市敬老卡6个月有600点，鼓励时段卖住伫厝内，会当摕敬老卡给出门行打。从7月份就升级了600点，那这600点升级以后，我们就开始规划如何让长辈一卡在手，说走就走。第一个可以让你促进你的学习，第二个参加社会的任何参与，最后就是一个鼓励出来走走，出来玩一玩。新北市政府讲，敬老卡会当坐公车、坐捷运、骑 U-bike， 也会当坐计程车。提敬老卡也通去运动中心、美术馆、图书馆，希望时段伫退休了后，继续交朋友、开眼界，活出健康、更自信的精彩人生。记者纪谢桂玲新北报道。台湾今年超高龄社会这家机关推出下世代合作设计时代菜单，目的呢就是要让这社区有会时代人食健康、食营养，身体才会愈来愈勇。社区的职工伫灶骹无闲来准备校园体长辈设计的食食，包括在地种的花仔菜、花仔年，佮配合营养师对食市场每甲蛋白质的要求。参加设计活动的校园，甲在地长辈做伙合作，要互社区据点的食食，会当为食饱提悬来变食好。不同的族群，他们要的设计不一样，所以很多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很仔细的去分辨，然后跟很多的长辈去做讨论，让跨世代的伙伴。从社区到学校的年轻设计师一起来解决，一起来讨论跟行动。家己关心港文教基金会2年前就开始邀请社会设计企业针对向来高龄化甲社区食食的议题，透过青营共创的方式进行下领域的人才培育。若设计更较好的食食，针对食食空间的规划、环保餐具的使用，拢有提出设计方案。主要是要设计一个高龄者的膳食，互咱的老时代。一个用餐，食也好，环境也好，也是讲点餐也好，拢会当足顺序的。参加的学员表示，
庄卡所在拢是老人较侪，所以这个设计除了会伫社区据点使用，嘛会当引入去在地店家，透过空间、食食等等的设计主题，为他推广在地农产品，嘛扩大对老大人友善的范围，提高在地店家的服务品质。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南投北门国中的学生伫咧国际奥林匹亚机器人比赛时阵摕到冠军，也拿12岁也要代表咱台湾去到美国参加世界比赛。南投北门国中的学生操作机器人，不但失手，嘛摕到今年的 WRO 机器人大赛的冠军。学生讲为着比赛，歇寒歇热，拢咧练习，嘛甲机器人结合着国姓乡特有的抢成功的活动。我们这其实是在模拟抢成功的推船竞赛。第二关的那个人在奔跑的样子，我们为了把它呈现出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想。暑假的时候，然后都没有放假，然后都来学校练习。然后在这里面也学到了团队合作。校长讲，这届是甲 AI 人工智慧、韩国信乡的抢成功文化来结合，以机器人拄着文化主题来去参加比赛。指导老师讲，这学生拢是一国一较开始接触到电脑程序，搁有机器人相关的课程，会当摕到冠军，是平常时18分的成果。我们是以在地的文化、抢成功的文化，把抢成功文化介绍给评审，他可以走自身的周遭的经验分享，还有如何发扬自己的家乡部分，所以我们需要用机器的自动化的技术，将它变得更有趣、更有生活化。透过南投县政府教育处已经有部分的挹注经费，但是因为整个转机跟时长很远所以经费整个非常庞大，让孩子能够偏向的孩子到世界去圆梦，也让世界看见台湾跟南投县。学校表示，这个成绩证明着偏乡的囡仔有创新的技术跟能力，透过比赛嘛，让偏乡的囡仔建立着自信心。抓落来12月，因嘛要代表台湾参加波多黎各世界的比赛。未来这几个月，学校讲会加强英文的能力，嘛，这定囡仔为台湾争取好成绩。记者安延秋南投报道。宜兰的溪滨公园出兵场是县内唯一接近比赛标准的场地。那这初练的代表队指控讲呢，修理规半部这场地拢无整理好势，希望讲伫咧完工进前，互这选手先试一个公所也唔答应。代表队表示讲无排除转接9月的全民运也要退赛。那公所是回应讲新场地会伫咧10月完工。初练选手比赛得奖，欢喜甲黄飞机压起来赛场。宜兰县初练出兵的代表队成绩袂歹，前年来伫国内外比赛得袂少的奖，选手张有心，2004年拿得到世界竞速出兵锦标赛5000公尺计点赛场女子组第1名。不过，即马代表队的选手伫宜兰县内所面临无场地训练的困境。选手原来会当伫公园也是公路一直练习初练，因为宜兰县内唯一接近比赛标准的初练场地溪滨公园出兵场，目前5个乡公所正咧进行整修的工程，要来解决选手过去使用场地常常受伤的问题。不过代表队指控，这个整修的工程已经拖半冬啊。这个整修的计划是到去年10月开始，它封闭，然后把场地打掉之后就一直停工到今年的7月。代表队总教练讲，公所去年时间较短，场地也未完工，佮会提讲因为代表队要换场地的材质，不过明明伫个场地更新进前，就已经提醒公所应该爱用什么材质，是公所无愿意才发生问题，而且工程完工进前，选手想要试用，看是不是符合需求，公所嘛无答应。不然少了很多天，没办法用标准的场地，所以你在比赛当中无法发挥很好的实力出来。选手表示，无标准的比赛场地练习。代表队敢若会当每礼拜开1-2天去外县市练习，希望会当维持能力。不过因为练习的时间无够，嘛会出现成绩变歹的问题。已经有选手想要刷职离开宜兰，因为长期无场地练习，有可能9月全民运动会代表队的弃赛。那未来我们会持续来跟运动部来争取设置一个符合竞赛运动训练标准的一个竞赛场地。乡公所无要接受访问，敢若表示10月场地会完工，一切依照法定的定数办理。县政府表示会协助代表队甲公所沟通，后续嘛会争取运动部的经费，伫县内施作初练比赛专用场地，解决选手练习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美国和伊朗的战争，除了烧钱以外，即马经济也变做是一种对抗的手段咯。为了要让这伊朗有压力，美国呢是要来对经济下手。因为财政部长贝辛特就宣布讲，未来只要协助伊朗洗钱，以美金正做核心的全球金融体系，就会甲你排除。也那贝辛特也警告讲，所有和伊朗有经济来往的国家，拢会面对着严重的后果。也那伊朗是回应讲呢，面对着这美国的经济恐怖主义，因是无伫咧行的。伫咧 Trump 放调讲要对伊朗启动经济制裁，也就是经济上诺曼底登陆了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美当时间8日召开记者会，宣布启动经济放逐行动。And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we are spreading out across the world as we speak. That you will see a wave of sanctions when you leave this meeting today. 贝森特把这个声明定位做是要求各国和伊朗商业直接切断的警告。伊表示，美国财政部已经掌握到伊朗走私石油，还有甲伊斗3天相制裁的人，还有每一个网络，也那每一个国家嘛拢设明确的时间表，爱遮的人伫咧时间内停止活动。虽然贝森特无讲是倒一个国家可能互美国触及制裁，不过根据 CNN 用专家的见解，中国、印度、土耳其、伊拉克、甲阿联拢有可能有关系，尤其是伊朗上大的贸易伙伴，还有甲因买石油的中国。And let me be clear, any entity that facilitates money laundering on behalf of Iran will be removed from the U.S. dollar system. The clock just started ticking. The reason we are able to use secondary sanctions is because we do not take their use lightly. 另外，美国财政部对外国资产管制办公室嘛，当咧对全球超过60个协助伊朗的实体、个人、专家实施制裁，而且针对所谓资产、科技、黄金、航空、航运等5大领域发出警告。也那美国8日的经济施压宣布进前，伊朗的货币就已经伫咧公开市场来到历史新高，1块美金换202万里亚尔。不一个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巴里夫要是批评讲，美国是咧大兴世界钱，咧害赢。伊朗经济事务甲财政部长阿里马达尼加德嘛讲，世界上有2个主要大国已经拒绝配合。طبیعتاً اونها میخوان که حمله تروریستی اقتصادی رو به ما داشته باشن. ما هم ابزارهای خودمون رو داریم، ما هم بازی رو بلدیم. 同这个时间，伊朗国营电视台佮公布一段伫咧网络流传，标题写拜伦、川普的暗杀地点的影片。3分钟的内容内底，除了甲川普20岁细汉后生拜伦军队兼摄影，佮讲已经掌握到伊 Xbox 的口罩，还佮2个同学的身份。报道嘛讲，网络有人想1000万的美金，想要甲拜伦暗杀，过这信息拢无法度互证实。7月的时阵，甲革命卫队有关的网络口罩，则拄甲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传过要讲的恐吓消息。公司新闻。王祖梅编译。挪威这个国家有88%的电拢是对水力发电来的，不过这俄乌战争爆发了后，欧洲的能源安全也受到冲击。挪威也将做这欧洲上界大的天然气供应国。即马呢，这挪威是掌握到能源含利益，伊也想办法要去开发到这北极的石油含天然气。不过有民间团体去告挪威政府，认为讲因开发到地会破坏气候。列些和平甲地球之友青年组织第2023年对挪威政府提告，指控无充分评估北海3座油田生产的石油甲天然气燃烧了后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诚信法院2届判定环保组织胜诉，认定3座油田的开采许可无效，引起挪威政府的不服，决定上诉到最高法院。Means that Norwegian politicians will have to actually assess how many lives will be lost, how many forest fires will be created, and how much ice that will melt due to Norwegian oil. Well, the government position is, of course, that the licenses are valid, and Greenpeace are attacking the licenses with the claim tha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has not been thorough enough. 这个案件牵涉到3座伫北海油田，分别是挪威国营油气公司Equinor所属的布雷达布里克油田，也甲挪威能源公司 Aker BP 所属的第二文甲伊格德拉希尔油田。其中前2座油田已经投入生产，第3座是预定2027年开始生产。虽然法院判决开发许可无效，不过法院并无要求停止生产，所以前2座油田目前也阁持续运作。If we win this round, it could change Norwegian oil politics forever. It means that we will have a sufficient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climate impacts of all Norwegian oil, which would be a landmark decision.
农业政府强调，若三座油田的开发许可互人推翻，若牵涉到法律甲政府层面，也有可能影响欧洲能源安全。最高法院一定进行4天的听审，判决可望伫今年较晚会公布。公视新闻丁小芬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5度到3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3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宜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1度。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夜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